係咪日日返工都做緊同一堆重複嘢？而呢5樣呢，我哋其實可以 set 個 workflow 咧，等 AI 自動幫你做。第一係睇 email 啦，我哋可以 set 一個 workflow，每朝早叫 AI 幫你 scan 一次個 inbox，分做要回覆啊、urgent 啊定係 FYI， 仲可以咧先幫你 draft 定個回覆。第二啊，就係開完會之後咧 set 一個 workflow，將 meeting notes 咧一放入去個 folder，AI 就會幫你抽翻邊一個負責咩啊，幾時 deadline，直接咧可以入 Notion 變成 task。第三就係記帳啊 ，set 一個 workflow 咧，你影低你張單啦，放入指定嘅 folder，AI 就會幫你咧抽翻個日期、商戶金額入去個 Google Sheet， 月尾咧仲自動出埋個支出總結。第四就係每朝 briefing 啊，你 set 一個 workflow， 每日8點咧自動揾3單同你嘅行業有關嘅新聞，仲要講埋咧點解係關你事。第五咧就係 weekly report，set 一個 workflow 咧，每個星期5咧就自動睇最新嘅數據，揾出有啲咩異常，寫好一份 weekly report。其實呢5個 workflow 咧，其實都係同一條公式，幾時 trigger 啦 ，AI 做啲咩啦，出到嚟俾咩你睇啦。咁最緊要就係 AI 最後出到嚟嗰份嘢咧，最後你一定要自己去 review 檢視翻。你最想先 set 邊一個 workflow 咧？留言話我哋知啦，follow 我啦，我哋一齊學習，一齊進步。